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一品4境界最后一个境界是陆地神仙，达到这个境界，基本就是一个时代无敌的人物了。那么陆地神仙境就是人界顶点了吗？其实，在其之上还有一个天人境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有哪些达到天人境的强者呢？第5位，李淳罡。李淳罡是原著当中第一个明确达到天人境的强者。年轻时期的他就已经一只脚踏入了陆地神仙境，自愿败给王仙芝被折断神剑木马牛后，李淳罡失手杀死了绿袍儿。龙虎山上论道之战败给了齐宣真，心灰意冷的李淳罡境界大跌，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剑道。跌到指玄境的他和随邪谷各出巅峰一剑，互换了一臂，之后便来到北凉王府，在听朝阁底画地为牢20年，直到被徐骁请出来保护徐凤年第2次游历江湖。这期间境界逐渐恢复，大雪平一声剑来后，重回陆地神仙境。武帝城和王仙芝一战后了却了遗憾，广陵江畔一剑破甲2600，一气千里又100里，突破了吕祖所说的剑气之长不过1000里的设定，进入了天人境。原著出现的第1位天人境强者。第6位，高树禄。高树禄是当年大凤王朝的皇子，但他却是个武痴，为了武道之路放弃了皇子之位，甚至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皇位。为了在武道上走到极致，高树禄苦修多年，他也确实是很有天赋，很快就天下无敌了，修炼出了天人体魄，达到天人境，是第一个以完整天人姿态行走江湖的人。当年修炼入魔后的高树禄杀了无数江湖高手，就连陆地剑仙都有2位死在了高树禄的手上。最后还是徐凤年的前世无名道人出手，和高树禄立下赌约，最后将高树禄给封印，而无名道人自己也付出了性命。若不是无名道人出手的话，当年的江湖要被高树禄给杀绝呀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陆地神仙之上还有天人境。原著当中有几人达到这个境界呢？第7位，邓太阿。李淳罡之后又一代剑神，邓太阿被称为桃花剑神，仅凭一根桃花枝就能杀死众多江湖高手。邓太阿对于术的感悟达到了极致，在指玄境当中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，主修杀伐之术。1000年来，单论剑术和杀伐之力的话，邓太阿就是第一。天象境时就能靠着剑术杀死陆地神仙，后在和北莽军神拓跋菩萨战斗时，借了李淳罡一剑进入陆地神仙境，和拓跋菩萨打成平手，挑战北莽诸多高手，也就拓跋菩萨能让他出全力。这还不是邓太阿最强的时候，最强时期的他手持太阿剑，各方面都达到极致。进入天人境界，杀天上仙人就和杀鸡一样。据北城之战，镇守天门的他足足杀了81位仙人，杀到无人敢出天门。第8位，张扶摇。张扶摇是800年前的初代儒圣，作为第一个达到儒圣境界的人，张扶摇占了天下绝大部分人的气运。后面为了对抗仙人，不让天上仙人影响人间，张扶摇坐镇人间，独断了儒家气运800年，境界达到了天人境。作为儒圣的他，虽然在打斗上面不如武夫，但他口含天堑，能够言出法随，曾一句话就把在北凉的邓太阿发配到吴家剑种，一人对上徐凤年和邓太阿2位宗师都不落下风。后在考验完徐凤年的决心后，帮他修复天人体魄和伤势，自愿消散，前去对抗天上仙人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一品4境界最后一个境界是陆地神仙，达到这个境界，基本就是一个时代无敌的人物了。那么陆地神仙境就是人界的顶点了吗？其实，在其之上还有一个天人境。那么原著当中都有哪些达到天人境的强者呢？第9位，曹长钦。曹长钦号称在天象境界独占8道风流，是天象境界感悟第1人。但他在进入陆地神仙境后，却并不是很强，这是因为他靠着儒家气运成就的儒圣，虽然实力要比普通的陆地神仙强很多，但是缺少了王仙芝和李淳罡那种天下无敌的气势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张扶摇独占了儒家气运，身为儒圣的曹长钦气运太少，他真正的无敌时刻是在儒道转为霸道时，此时的曹长钦才是真正的天下无敌，达到天人境界，一人敌一国。在泰安城前落子，磨灭黎阳的气运，一个棋子就能毁掉一处城门。当时的他即使是天人境的徐凤年和邓太阿也挡不住，一心求死的他了却了心愿后消散在人间。第10位，年轻宦官。黎阳皇室最大的底蕴在黎阳建国之时就已经存在，至今已经活了200多年。只要黎阳王朝不灭，年轻宦官就是无敌的，靠着吸食泰安城内的龙气与世长存。在泰安城内，他就是无敌的，黎阳历代皇帝都知道他的存在。曹长钦转为霸道后，之所以没有杀进泰安城，也是因为有他的存在。知晓即使进了泰安城也杀不死黎阳皇帝，
年轻宦官曾短暂外出和徐凤年对峙过，实力早已是天人境界，待在泰安城就是天人大长生境界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